第三节，一切亲阮大喜，回家阮有并报，树木所结果子山顶所有花草，野树飞鸟，情世通拖拢着落伊命无山。好，等者吼，咱看者吼，迄是精神通拖吼。这句我较毋捌啦，我可能在座的各位用比我较熟吼。精神通拖。好，咱来吟第五节，好，咱就来第五节。无伊无你真心，眼光看过天地，伊有兴起选恁，互因称赞无悔。以色列人，主的囝儿，恁着对主乐因心。好，咱这首歌传练到这吼，咱来掀开圣诗的186首。圣经亲像物件，咱也因转手。圣经亲像物件，照咱心来创哦，互咱在罪言行事正，我可救主耶稣。好，第二节。圣经亲像路灯，着看来行天路，我用伊来照路途光明，亲阮救主耶稣。第三节，圣经亲像花心，甲咱一时创哦。家着读话的亲心，无救主耶稣。第四节，圣经亲像经文，咱着出来读，伊白相思，逐人有份心，可救主耶稣。好，咱三甲备万心来今日礼拜，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主啊，你手是阮好的天气，互阮会当遮做伙来敬拜。求你欢喜咱出嘴唱诗歌来敬拜你。主啊，阮即马要来进行咱礼拜，阮求你安静阮的心，互等者全礼拜透过无数的话。互咱来明白你的道理，咱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
啥物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行的路，伊的心心要得到安息，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信诗250首，着阿鲁上帝，会众请起立三角来吟。请大家起来，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角祈祷。阮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达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我入去去，独救我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愿意因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感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马用启应文交托，启应文第7篇，就是点个信息第1007页，
诗篇第19篇。篇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这声，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报平，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金，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步人得到警戒。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步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做无通指责的人。这声，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请大家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伫即便全世界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因为有你的保守，台湾会当平安度过。嘛求你人民香港遐发生不义的代志，人民拢咧受苦。即马全世界拢知影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甲进步的国家，但是伫个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了后，足侪代志拢咧改变。伫台湾岛内，虽然即马疫情有确认，人民嘛无法度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生活。阮看到失业的人数增加，侪家庭的收入减少，社会上有真侪需要救济的行业，而且受影响的不只是经济，都是学生嘛无法度照计划出国留学。也是毕业了后找头路更加困难。伫国际上，不止疫情还未煞，全世界经济拢咧衰退，美国社会的不安，而且阁有中国长期对台湾的威胁。这种种的挑战，拢需要政府甲人民斗阵合作来应对。即马，阮上需要的，就是对你来的信心。阮知影，透过祈祷，你的神会伫个阮身边陪伴阮、保护阮。求你坚定阮的信心，每日遵守你的教示，一心信靠主。嘛求你保守伫个病痛的区美因姊妹、心素魂姊妹，照甲即时早日恢复健康。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成做上帝国的见证。以上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保罗这时邀请圣歌队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山顶的脚印。
感谢信歌队的学老，将读圣经、上帝话记载伫个约翰福音第7章17节，就是咧台语汉语本圣经第113页。人若愿行伊的旨意，就会知即个教示是对上帝出。也是我对家己来讲的。讲道，请本堂将牧师讲道题目是出伫神，或是出伫人。咱搁再一摆三角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阮今日会知，阮有何等的福气，搁伫礼拜堂伫遮来敬拜你。主，阮恳求你用你的心来管纳阮，用你的言语真做阮的美娘，互阮的属灵的性命用长大。主，阮恳求你的神，甲阮三脚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到你真理的光。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来个兄弟，大家平安。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吉普赛人。徛伫他差不多十字路口一个岔路的头前伊伫遐来等即个伊的严格要看讲要往倒一条路来行啦所以呢，即个人看到这吉普赛人连续等3遍，就真好奇，就去甲问即个吉普赛人讲。啥那你爱等3遍？兄弟姊妹，你想讲啥那爱等3遍？要看卖咧。
这吉普赛人就讲哦，讲因为头前迄2遍吼，我弹出来的路拢毋是我介意的啦吼。所以真侪基督徒哦，就参像即个吉普赛人共款，表面咱拢会来求上帝来指示咱，求上帝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但是其实咱的心内底已经有家己的决定，已经有家己介意的物件所以基督徒常常讲上帝啊，求你来对我讲话，上帝啊，求你来引带我。毋过，咱却无愿意来放落家己的意念家己的道路甲计划。伫顶礼拜我用有闲听的耳朵就听吼，闲听就听，用即个4款的图来比喻咱对上帝的道理的接受。所以伫今仔日我要接续来讲，要安怎？咱每日讲吼，咱拢听到足侪声，要安怎来分辨到底即个声是出自上帝，还是出自人，还是出自魔鬼？所以今仔日我要来分享，要安怎来分辨即个上帝的话语。每一个基督徒，咱拢足期待，亲像咱徛伫即个人生的即个十字路的时阵，会用清楚听见上帝对咱讲话，来引带咱每一天，咱的生活中，咱拢充满着声音。咱知，毋若上帝会对咱每一个人讲话，咱家己的心思意念来对咱家己讲话。搁一个魔鬼嘛，想要对咱来讲话。这个声音一直每一天伫咱的耳孔边，一直咧冲刺吼。所以要安怎分辨讲这个声音是对上帝来，这个声音是家己的意思，这个声音是对魔鬼来。基督徒分辨这个声音到底伫倒来，非常的重要。人的心思意念咧转变足紧的吼。咱来看马太福音这段的记载，咱就知吼。马太福音16章15节到17节这个耶稣就问伊的这个学生，讲若是恁讲我是治罪啊？这西门彼得马上应讲，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囝。耶稣就应这个彼得讲西门彼得啊，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你的这个意念是伫天里的爸来指示你的，所以真明显，彼得听到对天顶的这个爸来指示，来回答耶稣的这个问题，讲伊是上帝囝，是基督。耶稣佮继续讲啥？讲人子要上耶路撒冷，要受济苦，然后呢被杀，被杀吼。彼得听了后安怎讲？伊讲安尼彼得就牵耶稣责备伊讲：主啊，千万唔通这个决断袂到伫你啦。耶稣就安那？耶稣就回头甲彼得讲：撒旦褪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头家，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意思。有无？几分钟的时间，前一刻，这个彼得领受的是对天顶的爸所来的声音，即阵彼得的这个意念是对撒旦来，是对人来。所以，同一个人伫1分钟、1分钟进前听到的是神的声音，后1分钟听到的是家己的声音，过来搁听到魔鬼的声音，分辨这个上帝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7章的17节，伊讲：人若愿行伊的旨意，就会知这个假释是对上帝出，也是我对家己来讲的。这节圣经甲咱讲，咱若立志遵行主的话，咱上帝要安怎？要互咱清楚明白伊的声音。所以咱今仔日
我要来讲4款吼，要安怎来分辨上帝的即个声音吼？这四种我讲是一个过滤器啦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滤器。第一个就是即个声音吼，是甲圣经、甲即个上帝的性情敢有相符合。第二，我的教会有认可无？第三，即个声音是指出罪还是定罪？第四，就是即个声音敢是出自圣神的一个平安。咱大声来看，即个声音是毋是甲圣经、甲上帝的即个性情来符合？这是第一个我讲的过滤器。到底有符合圣经咯？有符合着上帝的属性无？咱来看是毋是甲圣经来符合？圣经是咱基督徒上悬的一个权威，甲最后的一个决定，也是咱咧听上帝话语的时阵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讲一个过滤器。圣经是上帝话，所以上帝绝对袂去违背家己所讲出来的话，相是上帝嘛绝对袂叫咱去做违反圣经的代志。所以一个足简单分辨的方法，任何的声音来，若无符合圣经的，伊绝对毋是对上帝来。伫路加福音21章33节有讲即个天地天甲地买无去，我的话袂无去。圣经上帝话佫一个特点，就是讲伊永远袂改变，这足重要的吼，这足重要吼。有人甲讲，这是一个真理，真理是啥？就拿即个日头每一天对东边起来，对西边落去，拢袂改变，拢袂改变吼。这足重要的，因为咱来想看卖，咱的厝，咱有足侪人起厝来讲。爱坐北朝坐北朝南，南北向安尼较袂安尼去互日头晒着。咱若今仔日日头吼对东边出来，即个后个月对南边起来，佮后个月对西边，佮过个月对北边。咱有足侪物件，毋知要安怎，要往倒一方向，有无？所以共款咯，上帝的话，伫2020年是安尼讲，毋过呢，100年了，2100的时阵，佮换另外一款讲法，哇！我今仔日遵守上帝话，可能甲伫明年后摆日子，怎变做我毋对？基督徒咱遵守的迄个上帝话，一直咧变，一直咧变。我问你，咱到底要遵守啥？所以咱知无？咱即阵有咱台湾足侪法律拢是安尼一直变，一直变，吼。早前讲袂使，有无？最近的即个迄个通奸除罪法有无？顶届讲袂使，即阵我甲你看啦。咱若照着咱世间咱台湾的法律来行，我问你，我过去毋对的代志，即阵变对。所以这都毋是真理啦。所以这都毋是真理。这个真济代志拢会改变。流行会改变，医疗会改变，即个潮流会改变，科学变化愈紧。毋过咱上帝话永远袂改变。咱上帝话来改变，我讲过，咱无所适从。咱到底是要听上帝话，还是要听啥物人的话？一直在变。所以基督徒今仔日会用安心立命，因为咱的基础是建立伫永远袂改变的上帝话，迄个石盘的面顶。所以，咱的人生才会迄个根基才会哪来哪稳、哪扎哪深啦。上帝话拢袂改变，这是咱第一个爱记的。毋过撒旦伊嘛足巧的，咱来看一段圣经，上帝对亚当讲的话足清楚的。伫创世纪第2章的第17节，伊讲啥？伊讲总是分别善，即个好歹的树，伊的果子毋通食，因为食的日你的确死吼。上帝讲的确死哦。上帝话
无迄个含含糊糊的啦。毋过咱来看吼，撒旦伫创世纪第3章第40甲第50，伊安怎讲？即个蛇就对妇人人讲：恁无的确会死啊！上帝话讲：你的确死。魔鬼来讲：恁无的确会死，因为安那？伊搁一个作祟的理由，啥那？上帝歹互恁食，因为上帝知影恁食的日，恁的目睭都会开。会参像即个上帝共款，会分别好歹啦。你有看到啊？撒旦的工作上厉害几个，就是安那，伊要来动摇，基督徒的心，互咱怀疑上帝所讲的话。上帝对夏娃讲食的日，你就的确死。毋过即个蛇讲啥？无的确啦。撒旦的话听了安那？是毋是你足想要去食迄粒的？会参像上帝共款的，有足侪好处的。食了你目睭就会开，参像上帝。哇！这个理由实在太好了。兄弟姊妹，莫讲啊！撒旦讲的话吼，要达有好结果。所以伫咱遮，咱有一个原则，无管迄个话有偌好听，偌有道理，有偌大的利益。咱拢必须用上帝话，就是用圣经来甲伊量看卖啊咧。无管是啥物人讲的话，咱拢必须用圣经来量啦。所以呢，是毋是上帝的话第一个检查，就是安那爱符合圣经。搁来，就是爱甲上帝的性情来相符合。若是有人咧问讲，咱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你感觉？要安怎来描写咱的上帝？我感觉吼，伫旧约内底来描写上帝的即个性情啊，甲伊的属性，吼上好的一个经文，就是伫诗篇103篇的第8节一直到12节。哦，咱若有机会鼓励大家拢甲这背起来啦，甲背起来。人咧问讲，你信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我信的上帝是耶和华，有怜悯的上帝，有稳定，无快快伤钱，阁有丰盛的主爱。伊无长长的责备，也无永远藏上去。伊无照咱的罪过来款待咱，吼，也无安那，也无即个照咱的罪恶来报应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主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偌远，吼！这段圣经我讲吼，有机会就甲背起来，吼！人讲你信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是一个主爱的上帝，有稳定的上帝，无快快生气的上帝，吼！你新约咧，新约如何背？吼！约翰福音第10章的11节，吼！这个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仔放杀性命。你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是为着我放杀性命迄位上帝。所以这几节的经文拢非常的宝贝，拢甲上帝的性情甲伊的属性真简要来包括伫这个内底。对上帝来的声音甲意念，一定符合主爱、稳定、怜悯的一个属性。我搁讲一遍吼，对上帝来的声一定是符合。主爱、稳定、怜悯的属性。美国有一个足有名的一个杰克牧师，有一天一个姊妹咧来到伊的头前，这位姊妹因为伊的爸母伫30岁的时阵，都因为癌来过身，一年内底2个爸母拢已经过身，所以迄当阵这个姊妹才3岁尔。足细汉的，所以伊就一直想讲这是我家族的这个遗传，所以我可能嘛差不多活到30岁，我就会安那会死。不过伊直甲伊已经活到42岁啊，伊悠然感觉，伊每一天透早起来的时阵，今仔日就是我最后的一天啦。伊从来毋捌想讲，这个声音根本就是撒旦的这个白贼啦。这个杰克牧师就问伊讲：“你是毋是认为你会早死？”伊讲无毋对，我相信是安尼。
杰克牧师阁也问讲，你是毋是认为恁囝嘛会早死？伊就哭咧讲是啊。牧师就对伊讲，当你听到这个声的时阵，你有啥物感觉？这姊妹讲，我感觉啥物希望拢无啊。杰克牧师讲，这就是问题啦，这就是这个关键的所在。因为对上帝来的声音，永远充满着希望，毋是绝望。对上帝来的声，永远是希望，毋是绝望。对上帝的话语上简单的分辨，就是讲，这个话语带予你的是失望，还是绝望？撒旦才会甲绝望带予人。上帝永远带来是望。迄一天下暗，这个姊妹就对12年这个撒旦的这个欺骗的内底来逃亡出来，伊也白白受苦12年。基督徒定会受骗会去用欺骗，都是因为咱对上帝的属性了解无够啦，所以咱无法度去分辨咱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所以爱安那。爱定定读圣经，咱读圣经对上帝话语哪来哪熟的时，对上帝性情哪来哪熟的时阵，咱就知这个声音是毋是出自上帝。上帝永远对伊的囝儿用鼓励的话来讲话。伫这个福音书内底，彼得3摆无认耶稣，耶稣嘛无责备伊呢。甚至犹大来出卖耶稣，做了遐可恶的代志。耶稣嘛无一句话对这个犹大来安那大声来骂伊。上帝的声永远安那安稳，互人信赖啦。上帝的声音带着一个智慧，带着望。魔鬼的声才会互人安那惊吓，互人感觉困迫压迫。伊安那伊做爱控过人吼，来偷。就甲咱的这个望，甲对上帝的信心来动摇，互咱开始怀疑上帝。这是第一个。这个声音有符合圣经无？有符合着上帝的性情无？第二个，就是我的教会有认可无？伫分辨上帝的声的时阵，属灵的证明非常的重要。这是上帝予咱极大的保护，咱每一个人拢爱有一个属灵的伴来甲咱劝勉，无人有所有的答案，知影所有的代志，所以咱需要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咱嘛需要成熟的这个属灵的朋友来予咱意见。所以以弗所书有讲到，以弗所书有讲啥？当要对教会和伫天里遮个办正事的有关联的，在上帝百般的智慧，上帝的智慧赐福伊的教会。所以，若是上帝对你讲话，互你一个意念，其他成熟的属灵的基督徒也一定会肯定这个意念。伊会甲你讲，你这个意念是对上帝来。当因若无法度肯定的时阵，我毋是讲这个完全错误，是咱上好稍微保留，稍微等一等，稍微搁等一下，搁较清楚的这个证据出来的时阵，咱才去行。所以既然若是安尼，任何一个想法，你无愿意甲你的属灵的长辈来沟通。你惊互因知，你无愿意互你的属灵的长辈来知这样代志的时阵，这个想法定定拢是有错误的，拢是有问题。知无？你若毋敢甲人讲，这个声音是上帝甲我讲的，毋过我都毋敢甲这个教会、这个资深较上力的长辈来甲伊分享的时阵，咱来知哦，这个意念定定是毋对的。南部有一个教会是别个教派捌有一个牧者为着要增加教会的收入，甲教会的钱来去摕来投资伫伊教会内底一个兄弟的公司。第一遍投资的时阵，哇！伊即个兄弟互伊足好的即个报酬哇！伊就想讲哇，安尼搁投入搁较侪钱，搁投入搁较侪钱的时阵，即个兄弟就
做生意失败，规个公司怎啊呐关起来？哇，遮个钱怎讨袂转来？啊，即个牧者啊嘛离到尾嘛离开教会吼，嘛袂使牧会啊吼。其实足简单诶，伊只要是要投资之前问教会其他属灵诶长辈就好啊，都袂有遮个代志发生啊。美国一个足有名诶华里克牧师，伊捌足严肃来讲，若无任何诚实诶基督徒来认定、来肯定你诶意念，安尼你就是毋对诶。即句话搁较严重，好，但是华里克讲诶，毋是我讲诶吼。即句话愈严格吼，真诶，若无任何诚实诶基督徒认定你诶意念，安尼你都毋是毋对。有真侪时阵哦，啥人咱家己太熬欺骗家己。其实咱心内有阵时知影讲，即个代志无啥妥当是毋对诶，咱毋愿意甲人来分享，咱嘛无愿意互人知。即个华里克牧师一个足老练的一个牧者，伊讲伊牧会遐尼侪年，甲足侪人来讲过话，伊有一个看见，啥物看见？一个人甲家己哦舞甲乱七八糟，有两个原因啦。伊人生舞甲乱七八糟，一个就是安那，伊无一个属灵成熟的一个朋友；第二就是啥，检采有，因嘛无愿意听因的话啦。所以人的一生的乱七八糟，都是安那，无属灵的朋友；第二就是安那，有伊嘛无愿意听因的话。这是华里克牧师讲的，哦，所以一个基督徒，伊若无啥物属灵的朋友，甲伊做伙拢是一寡迷信者，也是较软正的一个基督徒。遮个人的智慧，你想看嘛？是啥物智慧？世界的智慧，伫咧世界的经验。我毋是讲世界的智慧、世界的经验完全不可取，是啥？因为欠缺圣经的真理伫内底。欠缺一个永远的一个宗教伫内底。现在有人有基督徒的朋友，毋过伊就是无爱问，无爱听遮个朋友的话。兄弟姊妹，咱若要靠家己的判断来过日子，就那行伫即个薄冰面顶，咧薄薄一硬的冰的面顶，无保护啦，足危险的。所以箴言有讲啥？无智慧的指导百姓就失败，无师道就得到安稳啦。所以咱有渴望咱的人生安然徛起无？咱有望咱的一生行伫上帝安稳的内底无？你望咱的人生会减少错误无？方法非常的简单，都是咱爱有啥？灵命成熟的基督徒来成做咱的朋友，兄弟姊妹，咱敢有模式？什么人是咱的属灵的朋友？过来，咱来看第三，指出罪也是定罪。指出罪是来对上帝来的，定罪是对魔鬼来的。指出罪是为着要互咱对罪恶中、对毋对的歹品行的内底，转来上帝的内底。定罪是要爱咱沉沦，互咱充满着一个罪恶感，充满一个羞耻感。所以呢，指出罪是对疼咱的心来，伊毋望咱会搁较好。定罪是对撒旦来。好，爱会记哩吼，指出罪是啥物人？上帝。定罪撒旦，谁人知影？咱拢知罪的这个结局是啥？是死嘛，对无？然后一个罪拢造成咱真大的灾难嘛。上帝谁人要处理咱的罪？伊要互咱幸福嘛，要互咱过着健康的生活、丰盛的生活嘛。所以咱身躯若有罪，伊绝对会来对付啦。上帝对付咱的罪是有即个，我甲简单来讲，有三个步骤。第一个，上帝绝对会指出你的罪。当咱亲像咱去看医生共款我无爽快，我去看医生，医生一定会诊断出来，讲到底咱倒一个部分有问题嘛，对不？他会做一个很精准、详细的指出我们什么地方有问题，对不？指出咱的错误，咱都会破病的时阵，咱
只有承认就好啊嘛，对无？吼，咱承认了后，我是确实啊，即个部位确实无事实，安尼求主赦免，啊那咱就用得到改变。咱去看医生的时阵，啊你的胃有溃疡，无，医生你甲我骗，迄无可能的代志，我无接受你，啊，长期要创啊，互迄个病愈来愈严重，对无？咱每一个人拢是安尼啊。啊！上帝甲咱讲，你今仔日你有罪，我讲无，毋是安尼。你只要承认就好啊，你求主赦免就好啊。上帝绝对会来改变咱的生命。当咱安尼做的时候，咱就得到安那，得到饶赦，得到赦免，咱就得到对罪内底得到讨放，咱就得到自由，咱都袂去互刑罚啊。咱病嘛是共款，咱破病的时阵，咱啊若去医好的时阵，咱是毋是啊若恢复健康的时阵，咱都袂搁遐艰苦啊，咱都袂去迄个病痛来甲咱捆绑的。所以这就是上帝对付咱身躯的罪的一个步骤啊，撒旦的。撒旦有一个规矩，就是当咱咧犯罪进前，撒旦甲咱讲，啊，迄不要紧啦，小可代志尔啦。每一个人拢嘛是安尼做。你只不过犯了天下即个查甫人拢会犯的即个错误尔，所以伊甲罪安那讲甲足细，食一粒善恶，即个分别善恶，迄个善恶树的果子会怎样？咬一口会怎样？迄无遐尼大的代志啦。啊，毋过咱若去犯罪了后咧，哦，你该死啊！你犯的这罪遐尼大，你袂使阁见上帝啊啦！上帝绝对袂原谅你啦。伊袂听你啊啦，伊要爱咱的一生拢伫一个安那，一个羞愧感的内底，这就是撒旦的计谋。就是咱咧犯罪之前，甲罪讲甲足细，引诱咱去犯罪，然后犯罪了后，啊那伊就甲讲啊，你该死啊！伊就来甲你控告，互你一直活伫迄个控告的内底，然后甲你定罪，然后你都毋敢去见耶稣基督的面前，这就是撒旦，互你离开上帝。所以咱看到真侪人因为犯罪离开上帝，伊毋敢来到上帝面前求赦免。犹大就是安尼，犹大出卖耶稣了后，伊有后悔无？足后悔啊！结果伊去当啊吊死咧，啥呐？迄拢是出自撒旦的。撒旦来指责伊，啊！你这个人实在吼，你家出卖上帝，你做这遐尼歹的代志。你绝对上帝袂来安那来赦免你啦！你这个安那，你这个人无效啦，你无值得听啦，笨死啦！这魔鬼定咧安那咧甲咱控告呢。所以呢，咱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有讲，我会慈爱，我会安那赦免你。你来到我的头前，这个所有旧的代志都已经过去，总袂正做新的。所以每一个人，咱失败的时阵，咱只有一个方法，咱只有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佮重新来安那来徛起来。无管咱顶界做偌济足严重的、足歹的代志，但是伫上帝的内底，无迄个足大的罪，伊无法度赦免的。再大的罪，他都可以赦免啦。哦，我讲连出卖这个耶稣的遐尼大的罪，犹大来认罪求赦免，我相信耶稣会赦免因啦。彼得就是安尼嘛，彼得3摆无认主，啊那求赦免，伊个顶头先咧。最后就是出自圣神的一个平安，这是每一个人信主了后，圣神带伫咱的内底，伊要互咱安那。来引带，罗马书第8章的14节，伊讲：见若互上帝的神所带的，是做上帝的囝。每一个上帝的囝，拢有圣神的引带。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每一个动作，圣神拢知，伊会伫咱内底甲咱讲，会安尼做无？袂使安尼做，吼。所以咧，以赛亚书30章21节讲：啊啦，你偏伫倒边偏伫正边的时，耳孔内尾听见有声伫你后边讲，这都是路，你就行伊。你或向左或向右，后面会有一个圣神的声，甲你讲，都是这条路，你爱行伫这面顶。
圣神的引带通常分做两类，一个是催逼，第二个就是伊会安那，伊会甲你主动。第一个是催逼，咱定定有一个声音甲咱讲，你今日爱敲电话互某某人，你今日爱去约某某人来见面，甲伊啦同齐祈祷来创啥，去探访伊，有无？像圣经有当时也袂感动人讲，你爱为着某一个事工来奉献，这拢是一个圣神伫咱内底的催逼。伫2019年9月时阵，印尼的这个苏拉威西岛发生7.5级的一个地动，引发这个海啸。当时有一台这个载170名的这个飞行机哦，伫这个地动进前的3分钟，伊当起飞来离开这个机场哦。这个机长叫做马费拉吼。机长是一个足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伊到要咧做见证的时阵哦，加在迄天有圣神来提醒我，所以呢，整规台飞行机的人才会用得到拯救吼。伊迄天伫即个代志了后，伊伫雅加达的教会来做见证讲哦，迄个地动迄天哦，伊对迄规天哦，即个毋知安怎，即个圣神哦，都互伊安那，伊感觉非常的无平安啦。毋知安怎，所以伊迄天哦，就安那一直唱诗歌，一直唱诗歌，伊直读即个诗篇23篇。伊伊讲伊即个副驾驶吼，是一个足虔诚的一个回教徒。吼，咱知印尼有迄回教，有迄基督教吼。所以咧，即个回教徒来讲，你唱歌唱啊大声，你用去出一块迄个赞美诗歌词用录即个手边吼，就甲安尼甲消遣。伊讲毋知安怎，都是。足袂平安呢，有一个声音一直甲讲安尼吼，所以呢，因为伊即个停在即个帕卢机场这个所在是一个转运啦吼，伊个要去飞去雅加达，所以伊就停伫帕卢迄个所在。你停的时阵哦，这圣神就一直甲讲紧走，吼，所以伊就互伊的即个机组人员拢安那缩短因的即个休困的时间。然后伊家己拢伫迄个驾驶室内底拢无离开，吼，所以咧，伊就一直甲即个塔台申请，吼，按照本来的时间，吼，紧的塔台紧的批准，我要飞就对了，吼。即个塔台一批准了后，伊讲哦，有小可偷食步，吼，一寡即个起飞的迄个步骤吼，都无，都安尼缩短啦，吼。所以呢，比规定的时间提早3分钟来起飞，伊讲毋知安怎，伊的手，伊就一直安那不断来塞迄个飞行机迄个操纵杆，一直要加油，吼，即个飞行机较紧的来起飞啦。飞行机拄啊离开即个跑道的时阵呢，即个地动就袭击整个帕卢市。即个马费拉甲即个副驾驶拢感觉讲，即个飞行机哦左右摇晃足严重的。伊讲我啦，搁较慢3分钟，我绝对无可能救到这140多名的即个乘客啦吼。伊讲飞行机飞起的时阵，伊看到即个涂骹吼，迄个跑道都拿迄个波浪共款去互地动安尼一直咧转安尼吼。所以呢，伊讲感谢主。这都是圣神的催逼，吼，这就是圣神的催逼。伊会叫咱去马上做一项代志，吼，咱唔通消灭圣神的感动，吼。再来一款呢是圣神来主动，吼。伫使徒行传16章的第60到第7节，因讲哦，因经过佛吕家、加拉太的所在，吼，因为圣神捌禁止因传道理伫亚细亚，吼。佮行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去庇推尼，耶稣的心嘛唔准。唔知啥物原因哦，圣经伫这段的内底哦，保罗要去往西往北，圣神讲袂使，无甲讲原因哦，就讲你袂使去，耶稣的心嘛不准你去。结果保罗佮继续往前走，去到倒位马其顿的呼声，吼。就是这段吼，这段的头前，所以有当时圣神会主动，为着要互咱往另外一个方向来行啦，吼。这就是
即个咱信主了后，上帝的神就住伫咱内底。即个圣神会对咱讲，有当时这是一个保护，这是一个旨意。哥罗西书第3章15节讲，佮爱叫基督的平安伫恁的心内做主。吼，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足宝贵的，就是圣神伫咱的内底，一个声音，一个意念，一件代志临到咱的时阵。咱若无平安，咱就毋通做；圣神若叫咱做，咱就爱赶紧去做。吼，咱若哪来哪色的时阵，咱会对即个声音足敏感的。吼，咱就知这是出自上帝。基督的平安对伫咱内底来做主。最后，咱头前的每一个路，拢爱上帝来引带咱，互咱无得甲行毋对路，互咱。袂亲像以色列人伫旷野洗40年，互咱袂落伫即个罗网的内底。听见上帝声对咱基督徒是上重要的。咱要分辨上帝的声音。今仔日我有讲有4个工具。第一个是啥？有符合圣经甲上帝的属性无？第二个咧，爱有教会人口。第3是定罪，也是指出罪，有无？第4爱出自内心圣神的一个平安。这4款呢，啥物款呢？上实用，恁感觉咧？教会人口啦，吼，咱若拄好有代志的时阵，咱想无的时阵，紧来去问咱属灵的即个同伴就好啊，属灵的长辈就好啊。吼，有当时咱看圣经，有当时嘛，毋是遐尼认捌圣经完全的意思。所以呢，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必须爱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辈，属灵的一个同伴，伊会成做咱生命内底的祝福，伊会帮助咱来分辨即个啥是出自上帝，还是出自人，互咱袂去错过上帝对咱人生的引带。愿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个人，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主你互阮看到任何一个立志来跟对你的人，主你要使你的声音，互阮会用听清楚，主你的引带。主有当时阮内底家己的声音、魔鬼的声音赢过你的声音。主，阮恳求你，搁再一遍，互阮来学习。互阮对你的言语也有一个敏感度，互阮听到你的声音、圣神的声音，阮就马上去做。圣神叫阮莫做的，主，阮就警戒家己，无去来做遮的事。主，阮恳求你，互阮每一工伫个真理的内底，伫圣经的内底，搁较认捌主你的属性、你的性质。主，互阮对阮每一工伫阮身躯边所有的声音。主，阮的敏感，互阮能遵照着主你的引带。阮知你要将阮的性命带入迄个永远的内底，带入迄个丰盛的内底。主，阮伫你的面前，主恳求你来怜悯阮的软弱，搁较来坚定阮军队你的脚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186首，圣经亲像物件。请起立。圣经亲像物件，就咱心内中哦。骄傲。
请坐。奉献，请赖硕伦、周明贤技术施献。请坐。报告教会消息、小会公告。第一点，本会为6月初7开始恢复礼拜日两场的礼拜，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大家都要戴喙安、量体温，甲保持社交距离。请兄姐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无方便来礼拜，会使踮咧厝的，透过直播参加礼拜。第二点，恢复平安礼，但是毋通握手，用弓手甲点头得意来代替。第三点，6月份起，各团契、查经、基督会、信歌队等等全面恢复聚会。第四点，长青乐活班、智慧型手机班、周末儿童才艺班，本季拢停止，9月份才会开始。第五点，主日礼拜了的爱餐，都要踮咧疫情确定了会阁恢复。第二点，为4月20日开始，本会推行甲上帝有约。使徒行传灵修，请正兄姐每日同心踮咧厝的灵修建立家庭的这段，会使参考教会提供的每日经节甲密守大道事项。伫疫情期间，继续同心祈祷守望，为主做见证。灵修的进度甲内容，请家己看。第三大点，少年团契后礼拜会踮咧地下室举行6月份的例会，有张牧师专讲，欢迎少年兄姐踊跃参加。第四点，本会今年停办对外的社区夏令营，将对本会如同主日学的举办。来去教会带4暗，时间是7月20到7月24，地点就是咧咱的教会，主题是互囡仔爱祈祷，无收费用，采自由奉献。请鼓励咱家己的囝儿，也是讲囝孙参加办公室报名，
6月28日是报名结束。第5大点，为了变应第2季799个事工预定表，请各团客踮咧6月23前提交办公室。第6大点，2020年大型后援会奉献继续有咧收，请方便时提交予思涵代收。第7点，2019年奉献证明会使到办公室摕，也是讲联络思涵用挂号方式邮寄。具体消息，请为区美英姊妹、新素云姊妹毋照甲即事手术了的恢复甲复健，以及久长行动不便者大岛。告解消息甲奉献，请家己看。今晚咱来行平安礼，请起立。咱拢吃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吃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将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做神，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咱有国我的灵性。请斗阵来吟祝福诗第397首。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密祷散会。